今日看婚姻关西丽福兴宫有100年历史的西丽街普渡，今年是有超过9000个信众来参加，嘛创纪录。计共是开3000桌哦，比去年成长2成。庙方是表示讲，普渡过的物件会送予西丽轮杯顶来的砖头，会中价修理好。 将一箱一箱的普渡贡品搬上车，要送到邻近内乡镇内，所列出的中价修理户和关怀户手中。今年西丽福兴宫传承100年的西丽街普渡，今年登记占卜民众超过9000位，占卜桌数3000桌，比去年成长2成。物资送予一寡需要关怀的人，咱今日将钱送出去，1023分，咱嘛过几工了后，等下咱结算了。 后中的，嘛是爱来送予咱这乡镇长这长青食堂。庙方表示，贡品除了民生物资，庙方嘛准备宠物罐头用品做动物普渡。结束后嘛开放民众当场领领观证。至于民生用品，就分送到西丽轮杯2轮启动来观奖，来向店的中价修理户和关怀户。 这个物资呢来做公益，来做爱心。咱西丽镇公所呢，感谢咱太平马呢，嘛这个提供到222份的这个物资呢，来予咱西丽镇内呢，咱的这个需要关怀的这个弱势啊，是边缘户的这个咱这个镇民。由我们派出所同仁深入地方去了解真正有需要的弱势民众。那我们今天待会就会把物资载回去各个派出所，那会由情区同仁亲自分送到每一位弱势民众的手上。传承100年的西丽街普渡。 由西丽福兴宫附近店家以及全台各地善心人士共同占卜，仪式结束后，拢会捐赠数千份的普渡物资做公益，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家庭减轻生活开销的负担。记者用为你报道。